如果你是周星馳的影迷，那來香港一定要來打卡這間茶餐廳。呢啲咁樣嘅閣樓冰室咧，真係買少見少㗎啦。香港人大陸啊，今日嚟到太子上海街呢一邊啊，食一間超過50幾年，成日啲港產片咧都係取景嘅茶餐廳，係咪？淨係睇個門面都已經好懷舊啦，係嘛？咁仲有講起呢一道紅運咧最威水啊，大家一定有睇過啦，星爺呢套行運一條龍呢套電影取景㗎啦。呢啲咁樣嘅閣樓冰室咧，真係買少見少㗎啦。咁而家保留住啲90年代嘅風味啦，同埋而家佢新裝咗好多打卡啊！大家知唔知冰室同埋茶餐廳有咩分別咧？喺留言區話一話俾我聽，好唔 OK 啊？不過個人口味嘅啫，呢啲係咪？我咁翻嚟先試下個沙爹牛肉麵啦。個麵都 OK， 一般咁樣出前一丁啦。隻牛肉咧都幾腍，我覺得鹹咗少少，但係都 OK 嘅，個人可以接受嘅。最標準嘅港式經典啦，放得幾好啊，香脆啊，又加牛油味，簡簡單單，但係食得好舒服，炸得好靚仔啊，好大陣腐乳味嘅喎，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味道。外邊啊食到煉奶甜甜地，但係裏邊咧食到腐乳，梗係啫鹹甜嘅，大家嘅水火不容咁樣交界，好得意個感覺。要大家嚟試下，佢全部俾你都唔係嗰啲瓷器碟啊，以前用呢啲咁樣嘅碟喎。呢啲銀器呢啲咁樣嘅碟，但係我中意食蛋撻，中意食酥皮嗰隻。咁呢一個係蛋撻皮嚟嘅，比較凍咗。頭先嚟嗰時咧都唔夠熱，雞蛋未夠啊，夠香夠濃，幾香啊！不過係甜咗少少。佢好似係做到舊年12月嗰時就冇做啦，之後今年5月先開翻。咁啊，但係講真咧，啲食物咧茶餐廳佢一半水準啦，又唔係話好出色。咁大家如果係想感受下情懷嘅，都可以過嚟坐一坐，感受下個情懷，打下卡嘅。下集更精彩。